2025年12月31號，我嚟咗東京嘅淺草，仲有1個半鐘頭就到2026年。日本嘅新年喺1月1號，踏入新嘅一年，日本人都會入寺廟祈福，祈求新嘅一年會有好運。喺淺草寺會有啲熟食嘅攤檔會通宵營業，喺呢度都會見到好多遊客嚟趁熱鬧，感受一下喺日本過年嘅氣氛。除咗淺草寺之外，明治神宮同埋真相寺都係日本人祈福必去嘅地方。除咗會去寺廟祈福之外，東京鐵塔、晴空塔、澀谷十字路口都會有滅燈點燈儀式，祈求喺新嘅一年有新嘅開始，好運到來。當地嘅信眾同埋名人會敲起108下嘅鐘聲，象徵去除人類嘅煩惱同埋厄運，祈求喺新嘅一年健康平安。我就揀咗喺淺草寺後面花屋庫遊樂場嘅跨年活動。遊樂場面積佔地5800平方公尺，被稱為日本最古老嘅遊樂場之一。雖然面積唔算太大，但係就5臟俱全，好適合一家大細來遊玩。遊樂場入邊都有餐廳同埋小食店，同埋都會有遊戲攤檔。有年青人玩嘅刺激遊戲，同埋一啲小朋友玩嘅遊戲。雖然個遊樂場一眼望晒好似好細咁，其實入邊都包含好多嘅機動遊戲。見住佢哋玩，我都感覺到好頭暈啊！好耐都冇玩過天鵝湖啦。喺呢個遊樂場最多人玩嘅機動遊戲就係呢個空中飛船同埋空中直升機。我大概排隊排咗半個鐘。呢2個機動遊戲會環繞遊樂場一個圈。其實呢個遊樂場平時夜晚係唔會開嘅，會喺一啲特定嘅節日同埋包場活動先會夜間開放。下一個玩嘅就係呢個直升機。呢個空中直升機其實係一部單車，你需要自己由起點踩返去終點。呢個空中直升機真係好玩啊！果然係最古老嘅遊樂園。加油，就快返到終點啦！啱啱好踩返去，仲有15分鐘就會到2026年。
呢個除夕跨年活動就請咗好幾位藝人同我哋一齊倒數，大家都數到亂晒啦。2026年新年快樂啊！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現場氣氛都好好啊！新嘅一年都祝大家健康平安，心想事成。好感謝我今日喺呢度度過一個好特別嘅元旦慶祝活動。倒數完之後，我就繼續去玩其他嘅機動遊戲。過咗12點鐘倒數之後，遊樂場人流就比較少返啲，咁我就開始玩呢個鬼屋啦。呢間日本鬼屋仲 keep 住傳統日本鬼屋嘅風味，令我諗返起之前喺香港荔園入邊嗰間日本鬼屋。再去玩埋呢個旋轉木馬，咁差唔多已經到咗營業時間嘅結束。經過淺草都過嚟玩下啦。雖然而家已經係凌晨嘅1點，但係都仲見到好多人。入夜打後，其實確實有啲凍。我買咗碗豬肉味噌湯嚟保暖一下，見到都開始有人求簽啦。好多線上排隊入去參拜。排隊嘅人真係好多。我就只係去咗香爐呢邊分一下香煙，祈求新嘅一年好運。今日終於感受到日本過年嘅氣氛。喺新嘅一年，我又行去淺草，想睇下喺淺草熱鬧嘅情況。本身都有打算可以入到淺草寺入邊祈福。入去淺草寺祈福嘅人實在太多，所以最終我都係冇去到。咁我就行去另一個方向，晴空塔。今日嘅行程其實我會去一個叫足利嘅地方，咁大概3點鐘左右，我就會喺呢度出發。足利花卉公園，我會去呢度睇夜間嘅燈光秀。足利花卉公園位於梨木縣，距離東京大約2小時車程。我揀咗乘搭東武線去到足利花卉公園。今日我嚟到呢度日本3大彩燈之一嘅江之花園。呢個公園佔地約94000平方公尺，被認定為日本燈光秀3大之一。我大約晚上6點鐘先至到達公園。每年大約10月至到1月都會有夜間嘅燈光秀活動。喺2025年嘅11月，國際燈光藝術大賞獲得最優秀獎，並獲得日本第1嘅殊榮。喺公園入邊設有餐廳同埋小食店嘅設施，仲有手信店、植物盆栽同埋一啲園藝嘅用品。等我帶大家去欣賞呢個公園嘅燈飾。咁大概6點半鐘到，
喺正門呢一邊有長達5分鐘嘅燈光表演。咁我只係展示咗幾段嘅燈光表演。喺呢個江之公園嘅晚間門票，最早3點半就可以入場。鍾意花嘅你可以早啲入場賞花。踏正2026新嘅一年，能夠入嚟睇呢個燈光秀真係好開心啊！呢度啲燈飾真係好靚，雖然離市區比較遠，但係我都覺得好值得。公園都會充分利用所有位置去做啲主題燈飾。嚟到最受歡迎嘅花之城堡，大家細心去欣賞下啦。कॉल करना है मैं थोड़ा मेरा तैरना है आप ऐसे करो पहले喺呢個花之城堡，仲可以行入城堡度拍照留念。
我行到去呢個大藤神社，喺呢個神社後面就係呢度最受歡迎嘅景點之一——奇蹟的大藤。每一個嘅主題燈飾，除咗靚之外，而且都好有心思啊！江之玫瑰園呢度都係打卡點，呢個玫瑰園都好大，有好多玫瑰嘅燈飾，一路行都會感覺到有玫瑰嘅香味。入到嚟呢個位真係好靚，好夢幻啊！哇，真係好靚啊！呢度真係好適合打卡啊！咁都提一提大家，如果冬天嚟嘅時候，夜晚嘅溫差會比較大，記得帶定多件大褸嚟啦。去東京嘅朋友，我都好推薦呢個足利花卉公園，一年四季都好適合嚟參觀㗎。已經9點鐘，我要準備返去東京市區啦，拜拜。多謝收看我嘅影片。如果鍾意我嘅影片，請記得訂閱、讚好同 follow 我嘅影片，以作支持。多謝，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